那白合也无结果，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考试挂问题，过去讲要脱离国民两党现主席所违背家己当初时的讲法。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拢批评那白合，只是两党伫咧分割政治的权力，并无共同目标。中国想要蓝白合，我们票投赖清德，好不好？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民调公布时刻，民进党伫家己摕基立为后山林有声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甲总统蔡英文拢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公开分配不同利益，强调无论是国民党也是民众党，拢毋是主流民意，更加无图提出完整的国情蓝图。赖清德暗指国问题反背家己。有人过去说他要把国家还给你，现在却企图还给国民党。过去有人说要超越蓝绿，现在先背叛了自己，蓝白硬是凑在一起，还公然分赃权力，这不仅仅没有民主精神，更没有把台湾人民看在眼里。这不是蓝白合，是蓝白分，他们在分权位，在分利益，大家讲对啊，唔对啊？赖清德大力批评，搁再讲两个唔对的人，无论什么人正、什么人负，拢无可能正做对的一组。政治上无负负得正代志，赖清德竞争主委姚立明是认为，国问题连哄骗去拢无法教，这种谈判能力也敢讲引起甲中国谈判。一个连好人坏人都不能分辨的人，居然还能够选总统，他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吗？姚立明讲，国民党甲民众党6点的协议甲9二共识相关，拢是各自改读，就双方合作协调咧。民进党下礼拜就要公布副手人选，赖清德也向群众发话，若要相信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不如坚定支持赖清德。记者综合报道。